小手術，仲可以當魚鈎嚟釣魚。人個腦袋就好似潘多拉嘅魔盒，乜嘢鬼點子都諗得出嚟。中國士兵最大嘅收穫就係識得打叢林戰，首先就要用腦，然之後先至係用手。叢林入邊嘅通訊聯絡訓練亦都非常有意思，通訊手段好多，電報、電話、飛機空投、閃光器、對講機呢一啲現代化嘅嘢都有啦。但係 X 部隊嘅士兵練得最起勁嘅，仲係暗號聯絡。叢林係一個嘈雜嘅世界，虎嘯猿啼，鶯鳴鳥轉，咩聲都有，就係唔可以有人聲。一有人聲就暴露目標啦。士兵們就學住蟲鳴鳥叫，以此傳遞信息，彼此聯絡。有口技特長嘅人就大顯身手啦，嗰啲笨嘴笨舌嘅就練到唇乾舌燥，口角流血。每到早晚，兵營內外一片鳥噪蟲鳴之聲。部隊仲經常辦口技嘅晚會，學到家嘅簡直可以同林入邊嘅小鳥對話調情啦。有一次，一個高手學黐斑鳩求偶嘅鳴叫，叫得真係逼真有感情，竟然將一隻漂亮嘅紅斑鳩從樹上呃咗落嚟。呢一個多情王子喺地上仰住個頭，一對小眼睛滴溜溜咁樣轉，睇咗半日先至發覺上當，但係已經逃走唔切啦，俾啲士兵捉住喺籠入邊關咗3日嘅禁閉，先至放走。喺中意吹毛求疵嘅美國教官嘅監督指導下，X 部隊嘅官兵們喺度一門一門咁學習叢林戰術。呢一種學習同幾個月前嘅爬野人山一樣，好似亦都冇止境。史迪威將軍永遠係一個唔安分嘅人。南姆加嘅軍訓上咗軌道之後，佢好似一隻信天翁鳥，一趟一趟咁樣向重慶飛。佢對蔣介石講：朱印軍既係一個軍嘅番號，應該有3個師，但係你知道而家只有2個唔滿員嘅師，應盡速補齊。而蔣介石就一推625，呢件事情嘛，你去揾何應欽商量商量啦。商量個鬼咩？蔣介石唔發話，何應欽敢俾人啊？史迪威就諗咗個辦法，將宋子文請到咗南姆加，等佢去檢閱佢一手栽培過嘅老部隊新38師。宋子文從南姆加返到重慶之後，就向佢個妹夫進言啦：老喬，佢咁樣去稱呼史迪威嘅，將南姆加部隊整治到好似咁回事噃。我睇再撥佢一些兵員都冇咩唔划算嘅。佢哋光住個屁股去，穿戴整齊咁樣返嚟，起碼撈咗成套嘅裝備啊！而且駝峰又有空飛機來回，一個仙都唔使俾噶，呢個買賣做得過啊！宋子文不愧係當過財政部長，嗰個賬真係算到好精啊！咁啊，俾就俾咯，只要生意係划算嘅，蔣介石都唔會唔動心嘅。田面路陷落之後，駝峰就成咗世界上最風險、最繁忙嘅空中運輸線，每日都有幾十架美國嘅 C-45、C-47嘅大型運輸機，滿載住美援物資，從印度嘅阿薩姆邦起飛，穿過緬北上空，越過喜馬拉雅山，直飛重慶、
或者係昆明，每日嘅運量近200噸。而家根據蔣介石同史迪威嘅協議，利用駝峰嘅回空飛機，每日從國內向印度運送600名新兵。南澳加兵營一日一日咁樣熱鬧起身。每一日從國內飛嚟嘅飛機一降落，落飛機嘅新兵第一件事就係揞住個肚揾廁所。都係運貨嘅運輸機，除咗每人發一隻接嘔吐物嘅牛皮紙袋，機艙係冇廁所嘅。喺飛機上踎咗6-7個鐘，真係將啲新兵都忍壞晒啦。方便完之後，新兵就被送到機場附近嘅臨時營房，由美國軍醫複查身體，合格嘅留低，唔合格嘅就撥埋一邊，等第2日嘅飛機送返去昆明。呢啲都係熱血青年，一寸河山一滴血，10萬青年10萬兵。佢哋係喺舉國上下知識青年從軍熱潮入邊應徵入伍嘅，走出課堂應徵入伍，殺上國際戰場。對於青年嚟講，呢個係幾咁豪邁嘅事業。願結同心揮熱血，黃龍痛飲酒千觴，豪情壯志直衝霄漢。一批又一批嘅知識青年從駝峰騰雲駕霧而嚟，俾南澳加兵營不斷注入新嘅活力，帶嚟新嘅氣象。孫立人、廖耀湘2位師長成日都纏住史迪威，向佢要新兵。各個部隊都打開咗營門，歡迎知識青年。一啲技術兵種，譬如汽車團、重炮團、戰車訓練所，更係佢哋嘅用武之地。好多大學生被分配去開坦克。戰車訓練所主任舒適全少將特別器重文化人，佢講：今日嘅戰爭係科學嘅戰爭，一切戰鬥工具都需要頭腦靈活嘅優秀知識分子嚟使用，尤其係坦克車。無論係駕駛、射擊或者應用戰術，都要倚仗現代嘅知識。佢對手下學生兵嘅表現特別滿意，只要一有機會，就將隨軍記者請到佢嘅兵營入邊，幫啲學生兵影相、寫文章。佢對住啲記者誇獎講：呢一啲知識青年，無論美國教官俾點樣嘅困難科目，只要講一次，佢哋就可以領會，就能夠照住做。佢哋仲識得英文，唔使翻譯。學生兵一嚟，連美國教官嘅積極性都高漲咗起身啦。舒適全將軍明白學生兵，知道佢哋愛表揚、愛出頭露面。咁樣一嚟，戰車訓練更好似啱啱揭蓋嘅蒸籠，熱氣騰騰啦。喺其他嘅崗位，學生兵亦都有出色嘅表現。重機槍嘅實彈射擊，10幾挺嘅機槍一字排開，對住叢林中嘅集團目標，猛烈咁樣射擊，槍聲就好似過年放炮仗一樣咁熱鬧。子彈拖住火光，形成線面，狂掃怒射。上一撥士兵打完，美國軍官指揮10幾個助教拆低咗部分嘅零件，幫每一挺機槍設置障礙。下一批嘅士兵上去，最快嘅只用咗30秒就排除障礙，開始射擊。美國人豎起拇指講：有咁樣嘅成績，考西點軍校都掂啊！從軍知識青年既係熊熊燃燒嘅烈火，亦都係多姿多彩嘅花朵。殺敵報國自然係佢哋嘅靈魂壯志，
但又唔係空無點墨嘅一介武夫。佢哋追求豐富嘅精神生活，佢哋非常贊成美國兵嘅口頭禪：上操就搏命咁練，落操就盡情咁玩。喺上印度嘅飛機嘅時候，佢哋乜嘢都冇帶，但係就喺棉衲入邊夾咗一本書、一個口琴、一支畫筆，或者係一副象棋。佢哋嘅到嚟令到南姆加營房一掃沉悶呆板、單調乏味嘅舊觀，吹入咗樂觀向上、生動活潑嘅清新空氣。帳幕入邊嘅文化活動空前嘅活躍，士兵們創辦咗各種嘅刊物、月刊、周刊、壁報，仲訂有美國、印度嘅報紙。廖耀湘非常喜歡評劇，新22師就辦咗一個評劇團。孫立人鍾意睇話劇，新38師就拉起咗話劇團。每一個連隊嘅中山室就係俱樂部，有籃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象棋、圍棋、啤牌，願意玩乜嘢就玩乜嘢，反正大把球友、棋友、牌友，隨便一拉埋就可以玩㗎喇。假日嘅時候，基督教青年會南姆加分會嘅會友舉辦長途越野比賽，吸引咗好多個官兵助威湊取。晚上評劇團演出《楊家將》，唱出咗抵禦外族匡扶社稷嘅一腔豪情壯志。仲有遊藝會、升旗晚會、盟軍聯誼會。美國人嚟唱京劇段子，中國人就扭一扭慢4步、快3步，更係情趣盎然。你睇壁報上抄錄嘅知識青年嘅從軍歌，有文采又有激情，表達咗每個人嘅心聲。君不見，看中軍，若冠係老請長纓。君不見，班定遠，絕城輕騎吹戰雲。男兒應是重危行，喜讓魚貫誤此生。況乃國危若履卵，與核爭持無少廷。棄我惜時筆，鑄我戰時吟。一呼同志御10萬，高唱戰歌齊從軍。齊從軍，征胡塵，細數倭奴不顧身。引情斬斷思家念，慷慨捧出報國心。昂然含笑赴沙場，大旗招展日無光。氣吹太白入昂月，力挽長矢射天狼。采石一載復金陵，冀魯吉克次第平。破浪流船出遼海，蔽天鐵鳥撲東京。一夜搗碎倭奴月，太平洋水盡赤色。富士山頭揚漢旗，櫻花樹下醉胡妾。歸來夾道萬人看，朵朵鮮花擲馬前。門楣生輝笑白髮，屢理騰寬驕紅顏。國史名標第一功，中華從此號長虹。上流餘威情不移，要使環球人類同目大漢風。旌旗高懸中軍帳，歌聲繚繞漢家營。南姆加處處催發住生氣，充溢住活力。無論係從野人山闖過嚟嘅老戰士，定係從駝峰飛過嚟嘅新兄弟，佢哋置身異域，
團結一心，相互激勵，韜光養晦，磨刀擦槍，準備報大仇。